Hello，大家好，又係我 Kevin Sir。喺今堂我會同大家講解一下各大關口嘅開放時間。首先講下你個香港國際機場啦，國際機場係全日24小時開關嘅，所以就唔需要睇輪候時間。好啦，第二個係我哋而家比較多人用嘅蓮塘口岸。蓮塘口岸係朝早嘅7點鐘到夜晚10點鐘收關嘅，即係話如果我哋揸的士嘅話咧，只能夠最早7點鐘先可以入到去，跟住10點前就會離開噶啦。好，第三個福田口岸。即係我哋搭火車嘅落馬洲站，福田口岸站係6點半到夜晚10點半。咁呢段時間入邊咧，因為係比較複雜嘅呢個地方，所以到時我會拍條片話俾大家聽點樣上嘅。羅湖口岸就清一色全部上水落下噶啦，所以唔需要理佢噶啦。皇崗口岸的士入去咧係夜晚11點，夜晚11點到第二日嘅6點，的士限制時間啊！所以唔好大家早咗或者遲咗咧，亦都會俾人罰款嘅。另外，文錦渡口岸喺出邊會有個的士站嘅，朝早嘅7點鐘到夜晚10點鐘。但係文錦渡口岸一般嚟講係最少人入嘅。深圳灣口岸亦都係而家最常用嘅一個口岸啦，係朝早嘅6點半到夜晚嘅12點鐘。到時都會拍一段片話俾大家聽點樣喺度排隊。稍後嘅日子咧，我哋會將每一個關口點樣排隊嘅方式啦，點樣輪籌啦，幾多點鐘要入關啦，我哋全部會拍低晒，話俾大家聽嘅。繼續大家 follow 我哋嘅 page，我會盡快教你所有的士嘅知識。請留意大家下一堂。